延長增粗手術點做？咩人需要做？陰莖增粗手術同陰莖延長術呢，係一類男性生殖器整形手術，佢用於治療呢陰莖短小、先天性陰莖畸形、陰莖發育不良等等嘅病徵。佢唔單止能夠改善患者嘅生理功能，仲可以促進患者嘅心理健康。手術呢係治療最後嘅手段，只有當所有嘅保護措施都失敗嘅時候，先至去考慮做手術啦。目前呢，手術嘅適應症有下邊呢幾個。第一個就係先天性嘅陰莖短小嘅患者，第二種呢就係陰莖部分或者全部都缺失嘅病人，勃起嘅長度唔足8公分嘅。第三種呢係外傷等等因素導致後天性嘅短小畸形嘅患者。咁手術嘅方式有邊啲呢？第一種呢，陰莖填充術，亦都稱為陰莖增粗術。佢嘅原理呢係通過注射各種嘅填充物，達到陰莖嘅皮下，以達到增粗同增長嘅效果。第二種船人帶鬆解術，船人帶呢將陰莖固定喺恥骨聯合嘅上方，手術呢就將船人帶全部或者部分咁鬆解，使得陰莖同恥骨聯合嘅角度增大，從而使陰莖外露嘅部分增加，俾人一種延長嘅感覺。第三種呢，滑動延長術。滑動延長術呢，主要用於治療陰莖硬結症以及頑固性嘅勃起功能障礙所導致嘅陰莖顯著縮短。手術嘅方式呢，就係將陰莖嘅脫套，並且游離神經血管束呢，喺海綿體3點同9點嘅地方做縱向嘅切口，同時切開背側以及軟腹側，牽引陰莖進行延長，最後插入假體補充空缺。第四種呢，就係陰莖嘅拆解術，將陰莖脫套並且游離血管術，將陰莖嘅海綿體嘅末端同陰莖頭分離，喺其中嘅間隙放一個自體肋軟骨移植物，最後重新組裝陰莖。呢支靚槍呢，就重新咁搞掉啦。